嫁喜時，唔同身份角色應該送啲咩好？新人父母、男方父母或者女方父母一般會贈送4色金俾新娘。親戚長輩一般可送金手鐲、金手鏈、金戒指等結婚金飾，並於婚禮當日嘅敬茶儀式上送出，即場為新人戴上。兄弟姊妹，好多人可能會以為只有親戚長輩先可以贈送嫁喜金飾俾新人，但其實即使係同輩兄弟姊妹都可購買結婚金飾送俾新人。除咗戴上身嘅金飾，亦可考慮黃金擺件作為新人嘅結婚禮物。同輩朋友，若然同輩好朋友都想贈送保值嘅金飾作為新人嘅結婚禮物，可以選擇時尚與祝福兼備嘅新潮飾品，例如時尚感十足嘅 CNC 電腦車花手鏈，婚禮過後平時一樣可以佩戴。遠東珠寶